觀眾朋友，今日個好無？歡迎收看福起來，我阿明哥劉浩明。水墨畫嘅創作係我哋傳統繪畫嘅一種佢特別嘅創作地位。而創作地位呢，係用我哋嘅水墨畫嘅濃淡，好嚟畫出我哋畫作地位嘅層次。我哋今日有唱到呢，唔單止係水墨畫同書法嘅地位，有一天 V 嘅後山亭。山亭先生兩個現場，有兩個現場同我哋講，一當初中畫嘅位學入嘅水墨畫，同時伊哋退休以後，咪做幾特別嘅事情咯。我哋馬上歡迎我哋山亭先生、後山亭先生兩個現場。山亭先生好。多謝劉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松之鄉嘅後山亭。山亭先生，請問下，你頭都講唔係松之鄉嘛？嗬，我哋係咪想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講？幾時其實像我哋係綠隊嘛？嗬，你不會啦，嗬，像從事嗰度，其實我哋講人推讀書嘅人冇按到嗬。咁幾時間侬會開始會想到你學畫圖啦，學水墨畫一件事情？我哋新農家子弟啦，我哋嘅狀況咧，特別一個辛苦我哋狀況人大部分都做農嘅嗰度所以我哋嘅讀書嘅時間啦，我哋都幾想講將來冇個明白路同嘅坑泥頭你啦，我哋種田啊，個辛苦，如果想講我認真讀書希望讀書好個有發展啦。嗰個時間，你自己去讀師專嘅時間，幾時話唔係有師範學校嘛？好吧，真係師專。最先都有師範學校，然後呢叫做改制變師專，個都改學院，更加都改屏東大學啦。我讀嘅都等於講師範改制以後嘅屏東師專啦，叫做5年5年制嘅，像5專類嘅啦。5專係初中咧，我嗰時都讀入嗰時初中我都讀嘅民間中學，3年以後我都考上嘅屏東師專，叫做讀5年啦。叫讀5年，咁所以幾時間讀屏東師專嘅時間，而家有分科冇？我哋講國教師資科啦，講起來都全部國社會嘅課程我學習但是呢，佢3年前嘅課程咧，大部分都像一般嘅高中嘅教育嘅個課程，到4年生、5年生以後，佢都有分科。所以我哋國際師資科呢，到4年生都分乜個組譬如講有體育組，有數理組。有嘅語文組，有嘅美勞組，我都算美勞組啦。嗰下畫圖我都選到一美勞組。我想問過，嗰種有按到組，咁先生做乜嘅時候選到美勞組咯？係咪以前唔辦事時間都有展現到我哋對美食嘅一種天分咯？講起來都嗰有興趣啦。我記得我玩事時陣我讀過書，我都我哋自己咧畫圖，我哋嘅經驗先生你講唔怪佢好，都疊下嘅人講成績難嘅疊人，我話你疊下上去可以用輕嗰世界都可以有興趣。你還是都先生嘅鼓勵以後，我哋俾你講嗰度我哋其他嘅咧愛教話要用到美術啦，冇到勞作將我哋教泥頭咧，我哋自己會做嘅雕壇咧，一種嘅東西教嚟教去同美術美勞要相當嘅關係啦。嗰時係屏東師專畢業以後，你自己去教書法，還是話有在進修？我哋師專畢業一天都想服務，因為我哋師專都全部公費啦，最少唔會教5年以上啦，所以咧，我師專畢業以後，實際咧我
人哋在時裝嘅時嘅交流要靠耳皮強幹，不所以人哋細拉咗，我成咗1年10幾年嘅耳皮強幹然後咧都為咗而家人哋愛嘅文化嘅學教，外交都文化咧大嘅台北嘅甚至上嘅顯化嘅時候，我都睇嘅舊書啦，然後那個雕嚟。雕過嚟嘅片同一年來個時候，但係雕過到即個都開始個方便啦，嗬。係啦。可是跟喺乜個時節開始學我哋當學習我哋安尼水墨畫嘅一啲創作嘅咯？學水墨畫應該都啲初中嘅時節，嘅下後還有嘅救國團體嘅片同工業咧有啲小堅湖特別連苗少先生叫咧舊嘅國畫。我拜去工業嚟了，可能我哋畫個有興趣，我哋講我哋報名叫好啊，我哋報名，因為都有興趣一比賽又不係得獎嘛又學應該都一有我哋嘅興趣，不所以我學水墨畫應該都初中啦，應該初二嘅時候開始都學嚟啦，但是也如學睇，譬如講睇喺讀時裝嘅時節嗰度。話你冇接觸到水墨畫，還是講即個要睇慢慢嚟練習咯。啲初中有接觸到嘅水墨畫以後來我讀時裝，幾下講起嚟，我哋時裝嘅先生嘅美術先生改背啦，所以我哋1、2、3年生400個度啦，等到我哋分嘅美羅主以後，都有國畫都有4、5年時都有正式嘅國畫嘅課程。記得我哋嗰度先生嗰度個有名嘅黃廣南教書嘅黃冠狀嘅進步委員叫做藝先生之一咯。其實學我哋嘅水墨畫嘅時候，因為其實水墨畫算是我哋東方最特別嘅一種畫種啦，可是其實學水墨畫嘅話，係唔係去我哋講學臨摹我哋以前嘅古代人，還是講即個係創作咯？係臨摹故事咧嘅作品古代人嘅，你講嘅頭擺嘅太史嘅作品嘅有別嘢喎，因為我哋傳統嘅水墨畫包括唔用毛筆、用墨、用色可以參考頭擺嘅我哋先皮嘅智慧可以學習嘅嘅筆畫後來咱又慢慢嘅變啊出家吸收以後，咱又出家嘅創作嘅技術特別嘅方法啦。因為我哋提講，其實我哋欣賞唔單止係水墨畫嘛，寫太詩，我哋講書法嘛寫一定也兩個關係有人有講我先學寫太詩，能去學畫圖，還是講可以兩片路，可以先畫圖再學太詩，有安尼嘅前後嘅順序嘛？如果人講書畫同源應該都講每畫圖每畫畫水墨啦應該可以同時進行相同啦。不過呢，頭擺我哋小學、初中嗰時候人教嘅呢水墨先生嗰時候教，但是要教嘅毛筆字我記得我讀小學時，我哋3年生都寫毛筆字我磨墨嘅毛筆就都寫太詩啦。後來咱又接觸嘅水墨畫。不過我更加我哋看來係更加大家人嘅教學嘅實比個好嘅先生嘅技術個完全以後可以同時學書畫同源，互相互相講互相相輔相成咁像入面我哋頭有講到講，像我哋咧畫我哋水墨畫嘅時候，有咗以做嘅水墨畫，大部分會湖拍嘛，後來水墨畫又開始有一啲色彩。咁像我哋嘅話題是學教啲會教，還是講自己能去學嘅咯？一般嚟講我哋水墨畫如果用毛筆、蘸墨
嘅水安尼发出来哈，你讲起来，你无拍嘅效果啦但是呢，后来你讲啊，让无拍啊吼，可以嚟讲无按剪裁，嗰個加色彩下去，而仲係加色彩唔係更加現代人有嘅，後擺古時代都有嘅啦唐朝以前都有加色嘅啦所以水咩白都加色你講啊有彩咩彩咩不過更加嘅啦有幾多都水啦、咩啦嘅色彩調色以後都直接都畫上去啦。嗰時米等於之間嘅一個畫法啦，嗬。係啦。觀眾朋友其實我哋喺咩現場地方都有看到兩個我哋山藤先生嘅畫作，可是我們即刻仔細去看嘅話，你會發現講雖然講伊係一個傳統嘅水墨畫嘅畫作，但是有個透視嘅方法，嚇，你講透視法其實又有幾多西方嘅一個角度。下一段節目，我哋山藤先生都帶來伊個作品，同時咧說明講伊個作品地位當初係畫圖嘅一個想法係乜嘅。休息下喎，我哋馬上回來。歡迎過來，福起來嘅。今日節目我哋來自屏東長治嘅水墨畫家侯山藤侯先生嚟到嚟現場，同人講，當初伊有個求學嘅過程，同時伊係做乜嘅？我學習我哋水墨畫。一段節目咯，我哋要請我哋侯先生同我哋說明講，伊即個寫嘅題詩，同時伊畫嘅水墨畫。咁我想問一下，因為其實我哋現場學來按到嘅作品。咁同我哋觀眾朋友睇下紹介一下，我哋係咪先紹介題詩好？個人客簡嘅啦可以注重教育尤其嘅內篇嘅啦對我哋教育嘅聲音可以注重嘅文學今日上司也會做啲詩畫教育嘅後邊聲音嘅詩特詩情感依託講起來嘅客簡嘅啦最重要嘅一句話如果講情感依託好天嘅時節10萬嘅天氣會達標咱有事啦群天群落咱要做啦落雨嘅時間咧天氣會做唔得些嘅好嚟唔卡把握時間讀書讀書讀到好將來咱要出頭都情感依託一路嘅客家人咧也算硬頸精神嘅一種另外一句話終身孝子冇唔錯情感依託如果一句話好我本來想到上一段先生有講其實先生嘅爸爸一直都很農民嘛所以希望講先生真的可以唔單止強港依託，同時真是可以變成一個讀書人。我們喺想到講，只是嗰時間咧，我哋睇人啥嘅批可能太穩係鋼鐵人，但是真係會希望講，以後下一代可以變成一個讀書人。都文武全才。冇唔錯，係應該我同主持人都介紹應該一張詩一張詩都。我哋福起來呢，嗰陣我哋觀眾朋友看到我又後面咧，如果佢有福氣，因為我哋呢山藤先生為他而寫落嘅福起來。嘅主持人人嘅節目如果有名都福起來嘅福起來。你哋看到節目而都有福氣。咁我哋講，其實後來唔單止寫題詩嘛，其實先生睇水墨畫嘅地方，其實嘛有關於他嘅才能，但是。我哋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睇下紹介下講，乜嘅人都水墨畫，乜嘅人都睇到我哋講彩墨畫，係咪一啲嚟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咯？好以下藝術風哪一種話咧？都水墨畫。水墨畫。水墨畫都
基本上都愛有麥，啊有愛那個水啊，嚇，安尼來調嘅麥嚇，愛鹽愛鹽嚇，愛用安尼水麥那個來調好嘅，啊，你可以咧嚇，你花個脂肪，基本上啊嚇，你花脂肪，但是有的話個高級嘅佢會花嘅。那個不會烘啦，嚇健康啦，嚇嘅種嘅都看嘅材料啊，花嘅題材幾多啦，嚇一般係個轉上嘅都米蘭竹曲嚇啊，還有山水啦，嚇還有其他嘅咧動物啦，嚇反正唔看得到嘅，哦啊唔想得到嘅，啊唔喜歡咧，啊都可以花，也都隨便花。利用這種美色的濃淡，哦，來畫出我哋嘅圖片裏邊我哋嘅神像。看起來你可以從我哋以前嘅湖拍嘅照片用嘅。哦，係哦，嗰種嘅湖拍嘅相片。係冇錯係。後來你從我哋嘅相片用嘅啊，對於我哋嘅湖拍變成彩色嘅，後來變成我哋嘅彩墨畫。係啊，彩墨畫係，我哋有帶嚟主持人嚇，倡導自教嚇，也都用彩墨啦嚇，也講起來都。我用嘅色彩啊，水彩啊可以啦，繪畫顏料啊可以啦，我落嘅墨啊，沾嘅墨啊，喺落強下，調嘅咧調色調好呀，我都畫上去啊，我哋也種嘅更加講起來都困難失敗啦，因為如果考慮到嘅色彩嘅問題，啊有墨嘅問題啊。全國版咧，喺講係脂肪啊，嚇哇，改唔改，冇像嘅咧，一般咧圖畫紙畫唔到好啊，嚇啊，唔可以用嘅處理啊，嘅出槍啊，嚇啊，要個改就可以啊，嘢咧基本嘅畫啊，尤其嘅彩墨改快改。等於如果嗰種唔知個一下筆，你冇辦法再來擺。除非講唔係個愛處理啦，人哋講啊畫圖啊，又會處理啦，嚇。最好都一筆都係畫筆，嚇畫筆成就，嚇畫筆上，像書法嘛同樣咧，你寫嘅毛筆字啊，嘅一筆畫安尼咧，塗嚟塗去改嚟改去啊，嘅意思都講冇嘅啦。係畫圖嘅時，尤其畫也最重要嘅都。係，你一筆畫下都一筆畫筆成功，啊，記錄愛熟落，你講一筆，我話嘅你藝術冇按好啊，那過嚟過去哦，嗰種畫都胡似嘛。係冇錯，嚇，我哋唔像嗰種油畫咁，可以咧一層一層貼過上去，好像我哋一般畫個伊啊，冇可能嘅筆嘅規裝畫都全部都冇可能啦。係啦，係嘅筆觸啊，嚇。我看嘅筆觸要神通要骨魄喎，嗬，都看嘅用筆啊，人嘅功力，嗬，啊，嘅對嘅描寫嘅圖案嘅能力也幾重要。咁從我哋今日帶來嘅兩個安泰啊，嗬，因為頭先我哋講個小品啊、小品嘅一個作品嗬，咁我哋今日帶來係算是個大戲咧，我哋係咪對出啲入邊來講？因為從入邊來講嘅話，而算是嘛係彩墨畫嘅係咪？但是而都像頭先我哋時常講嘅，而唔係像嗰種同我哋墨色調控來，而係先用烏帶，讓假色上去嘅。係有，嘅將嘅種圖畫咧都講啊，係先用水墨啊嚟表現嘅山嘅色白嚇啊嘅。嘅水流嚇，嘅元氣嚇，大陸成用嘅水墨嘅湖拍嘅啦嚇，整啲畫筆好來，畫筆還有然後咧，咱用嘅滾白嘅顏料，咱係色色上去啦，所以看起來總講起來，有人講阿爺沒水墨畫咧，有人講阿爺滾白咧，有人講阿爺彩墨畫咧。可以啦，其實因為伊的界限冇按清楚啦，伊的界限冇按清楚，但是至少看起來係講係一種冇同我哋以前看到嘅傳統嘅湖拍嘅水墨畫嘅一種做法冇共樣，好，其實嗰種
可能嚟补充人哋更加为水彩画、水彩画一种做法。但是像土东人先来讲，伊係先用水墨做底，打底以後，让畫色彩上去。係啦，係讓顏色上去啊，色色上去啦，係啦。啊，嘅山水咧嗬，我如果歡喜嗬，佢咧有水啦嗬，有水橋、有山啦、有樹啦嗬，有雲啦嗬，佢用於表現啊，我出家嘅咧畫畫嘅咧理想啦，咁像一幅喏，一幅嘛係像土東人講，係先用我哋咧水墨做底，然後再加色上去嚇。哦。一種圖畫我特別同主持人報告，一種用嘅顏料嘅幾種無共樣，嘢啊嗬，底下都油畫布哦，啊，當下都你講啊亞克力顏料喎，啊，英文嘅亞克力卡路啊，但係你乜嘢講啊，我用一種嘅亞克力畫喺油畫布上面咯，啊，可能就要用骨白咧，嗬，啊，佢都係我用白，我都同報告嘅啊，嗬，亞克力顏料啊，佢咪有嗰種色彩，啊，佢咪用水來調色，哦，嘅濃淡啊，嗬，咪用嘅咧水嚟調，啊，佢畫上去啊，嗬，哦，是把個油白嘅效果。啊，一般嘅人畫圖啊，嗬，畫在紙上啊，水墨好畫嘛。啊，唔係水墨嘅東西畫在個油畫布啊，嗬，畫唔爽。一下出來都係咧，啊流槍嘅，啊嗰時候用嘅油亞克力顏料嗬，亞克力顏料要畫上去。啊，但是咧形式上啊嘅技法嗬，用筆用墨差唔多都同嘅彩墨畫嘅表現嘅方式啦，嗬，嘅形式是差唔多啦。那按啊，嗬，你嘛個講啊，用亞克力顏料嚟畫咧，都因你啊，係派台外國，按人哋嘅睇視館嘅片啊，嗬，嘅表嘅畫嗬冇容易啦，按人哋我帶過去又快帶。啊，嗰時我都用嚟畫，啊外國人嚟講啊，嘢啊嗬，個永久保存到唔會壞啊，有啲油畫布啊，係啦。嗰種一定以後出現我哋傳統水墨畫嘅技法，好像我傳統水墨畫技法，但是以用嘅係算是一種特別嘅材料，比如講我哋咧亞克力顏料啦，然後用我哋畫布。好，做係也要帶，嗰種其實看起來，最重要嚟講，奇怪，也要色成看起來個勁，好，然後又個講，好，然後而係要色成，只是底下尤其係嗰種人哋講疊色的方法吧，哈，歸從嗰種油畫嘅疊色的方法啊，嗰時候頭都先人講，哎呀亞克力，我發現哦，冇唔錯，看落就真係亞克力，但是也要全部嘅技法又唔係我哋水墨畫傳統嘅一個做法，係啦，冇正差，人家我用我哋表現啊，都講啊，我哋骨白啊，嗬，畫到一啲長圖以後，我要失敗嘅創作，我要失敗嘅咧開創嘅新嘅方式方法嚟表現，啊，西方嘅咧油白，同嘅亞克力顏料，嘅咧可以啊，你講啊，可以切下蛋糕啦，你冇唱嘅水墨廢青啊，嘢啊嗬，唔係畫唔錯嘅，我哋成日都夾乜蛋糕啦，如果講啊傳統啊，特別創新咯，兩個變用嘅地方，係啦係創新咯。嗰種譬如頭當我哋喺線上又講到一啲個特別嘅話，亦都講，一係睇我哋睇視覺嘅世界來畫嘅畫，好用按啲方法過方便，做乜我哋睇視覺咯？嗱，下一段節目如果同講做乜嘅線上，我哋睇視覺，休息一下我哋馬上過來。
欢迎过来，福起来嘅。上个节目，我哋来自屏东长治嘅后山亭邱先生同我哋紹介伊嘅水墨畫嘅作品。我想請問一下山亭先生吼，咁後來你即家教書教到更加記得退休啊嘛吼？退休嘅。差唔多教幾多年啦？教30年。30年，都好退休。咁幾時先？30年咧，反正時轉變啊，差唔多都20歲變啊。我哋20歲都做先生啊。20係冇唔錯行，20歲做先生，搞個30年，退休就能50歲呢？係喎。嗰度幾年強退休哩？咁唔退休係咪做乜嘅事情咯？我退休以後啊，我哋有年份都一下僑務委員會啊，一下佢哋講愛派先生去外國教嘢書法啦，有啲機會，如果我講有歡喜有個意願去教嘛。我都講可以啊，我都多嘅僑務委員會，佢都有個甄選甄選我都通過以後，佢都派我都出國去教嘅喎，ที่ไป都派我去南非喎，南非教我哋嘅僑胞啦，我哋嘅在嘅南非嘅嗰度嘅僑胞嘅字，我都教佢哋畫圖，寫毛筆字啦。咁將人哋100戲嘅話吼，我睇幾戲劇啊？也看任務啦，有啲時間都過長，有啲嘢2個月，有啲個段都2禮拜、4禮拜，都看下嘅人哋嘅僑技嘅人哋嘅社團學校嘅需要唔像韓國有啲先生請假，跟住人哋漢下嘅所漢省嘅學校，有啲先生工生員嘅參加冇先生嘅個美術先生，僑委會都講學家幹會去啲推課係咁樣。咁像唔知啊，幾時節做下人講算是文化外交嘅一啲工作嘅話，唔知個感覺到佢突然間嗰種經驗，佢有神奇冇？幾神奇咩啊？我哋都外國人哋僑胞嘅咧講僑技去教佢哋。今年佢高興要我哋軍隊嘅先生嚟教佢哋另外咧，今年學習到嘅佢哋又可以教佢哋嘅朋友之又可以傳揚我哋中國嘅文化尤其客家人咧對咧文化咧，佢哋有興趣教佢哋嘅字嗰時佢哋有佢哋需要，佢哋佢歡喜，我哋佢聽咁一般嚟講嘅話，唔知個係學你教泰師，還是教嘅水墨畫啊？因為我哋講現場吧，有一啲唔知個係本我哋嘅泰師嘅師係咪？即係夜市如我去教書去外國僑委會派我去時節然後我去外交部嘅時節，因為我哋愛拜訪佢哋嘅片嘅比如講僑務委員啦、鄉親啦，冇到佢哋國家嘅。外國嘅出差國嘅鋪裝係真要啦人哋嘅泰師都講起碼要辦書理當時我哋都演繹中嗰種獎賞啦事實上冇寫安導師寫詩作詩因為個情感依託天道主權冇到乜個福起來嘅都同人哋嘅。我哋泰師講嘅講嘢，我哋都拿去送佢哋咯。歸來以後佢哋講老師唔寫按道嘛幫人哋看我講我哋都講好啦。一陣我教講我上我看我嘅事，我哋講好，我都明日都寫我哋嘅書記嘅來我都傳俾佢哋看就咁依啥看嚟啦。後來我哋泰師講大家人看唔係個好我哋朋友嘛幫佢傳俾看，所以我都。都明一下邊咧我朋友全部都看明一下寫得更加有多獎嘅咧，差唔多1000個獎嘅，寫3年啦才過1000個，我幾半年幾半年我同主持人報告，我幾半，有人2張嘢咧分咧，有都2張嘢啦，2張嘢都按到嘅，明日要登記要日期，明日寫冇咁樣，佢神奇。
因为对外国人来讲的话，哈，你讲中国的书法，哈，中国的书法太师啊，哈，都是一种艺术。好，中国人来讲，哎呀，可能喺我哋平常早期嘅时平常我哋写诗嘅东西，但对外国人来讲话啊，上面咧叫做诗体啊，表现嘅方法啦，哈，伊对人来讲都係一種。我哋講算是一種藝術的表現吼。我哋基本嘅錄樣其實係哋貴用係你講，因為疫情的關係，我哋咧線上吼，那有機會回到我哋嘅台灣，我哋那有機會真的是去邀請到線上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去了解一下嘅水美方，希望好似像頭先我哋咧線上講一樣，伊吼平常都喺外面咯嚇，唔單止去啲南非哦，線上話要去哪啊？佢哋僑委會嘅時間要派過像菲律賓啦、泰國啦嚇韓國啦耶魯僑委會時台我都嗰隻派嘅地方啦然後呢我哋嘅中南美洲嘅幾有啲國家啦，叫厄瓜多爾啦耶魯呢個中南美嘅國家，我哋搞時我哋大使館都講多嘅呢要潘國通，嘢僑委會來嘅先生將係用都將外交部用啦。從嗰時間以後，都做外交部嘅中南民族都專門都配合大使館做嘢種嘅書法嘛。另外一種文化大使啦。快些啦，快些！今日大使講你是文化大使啊，講冇，我哋講都是搞水美化嘅先生。可能都最有一啲，我哋講中華文化最傳統嘅一種唔單止係書法，我哋水美化嘅功力全部都改好啊。但是其實我哋嘅先生伊時代佢無限，伊過嚟台灣以後伊媽唔係講話你睇台灣。因為以前嘅關係，你喺度睇到嘅係冇要參加樂團咯，乜嘅樂團咯？我哋先生以前參加乜嘅樂團？樂舞團啊嚇！我同主持人報告，我讀書嗰時我都要學嘅廣告啦，你講機器人啦我盤社會啦叫做樂團。但是呢，叫做我讀書嘅時間學習咩？但是我退休以後因我哋屏東縣佢還有嘅呢客家文化節嘅活動啦，都講成立嘢啲客家山歌團嚟唱歌又本人到嘅我哋團長都簽到我講，一日過上話唔會答我，就咪從屏東縣比賽從事第第2名更加就唱山歌好嘛，講好我哋都成立都亦都行樂隊所以我哋本地嘅南山樂舞團亦都團員都代表我哋嘅樂隊體系嘅老師有一位都教書我哋本身呢都在地邊做團員都擔任嘅唱歌嘅歌手啦。咁像一般來講嘅話，你哋練習嘅時間差唔多會一點嘅呀？我哋練習吧我哋從事嘅練習我哋安排每禮拜5嘅暗舞台，我哋都睇聯絡，睇聯絡嘅吳老師不卡好嚟練學習喎嚟練習，有老師會嚟教，我哋咧唱嘅山歌，唱起嚟團長都會安排嘅表演，客委會也會重視。咁唔知係參加樂舞團以後，如果因為講對於啲客家肢體來講除咗我哋樂舞團嘅一啲表現。喺邊我哋咪用嘅表現可以表現出我哋客家嘅文化嘅特色如唱歌嘅部分嘛，因為我哋客家山歌佢嘅歌詞地位佢有意義，佢嘅山歌呢要嘅講敬老尊賢嘅歌詞，要嘅山歌對唱男女談戀愛啦，做事業嘅種嘅歌詞，佢有意義啦，也等於講嘢客家嘅山歌呢，佢唱喺度我哋客家人嘅文化，用嘅歌聲嚟表現啦。咁未來呢，線上有乜嘅計劃啊？過去聽到中國嘅文化大使呢，還是回到我哋咧留到我哋台灣嚟做我哋客家文化嘅傳承人咯？係都可以啦，因為我哋大使講我多才多藝要為花要為財
又可以配合嘅政府嘅外交來展覽故所以將來喺外交部萬個需要我來出國去展覽因為我哋外交部佢嘅任務都同僑委會嘅任務有時擺是冇相同。我哋外交部嘅重點嘅對象都見人哋出差過嚟嘅見嘅國家嘅部長冇見嘅政要我哋大使館都派嘅發通都冇危險有時都開發展見嘅國家嘅美術館會同人哋大使講人哋就派你哋嘅人哋中華文化書法嘅展覽我估計大使都講冇危險展覽順勢嚟都喺大學講學分享見你嘅國家嘅政要人物要同人哋嘅大使館可以密切所以將來有機會係可以願意啦喺台灣咧我都更加都下士耕田讀書咩話有田咩割草咩種你咧種菜係種草亂嚟啦。看今日節目，我哋觀眾朋友如果發現到我哋今日嘅山藤先生，邱山藤先生，佢本身係一個水墨畫，還有我哋講寫太師嘅一個大家。但是你會發現到講，而家講話地方，如果親切像我哋一個斯坦人，像我哋一個泰國嗰樣嘅，但是冇記唔得了，像頭先講嘅，佢都係一個農家子弟，但是聽到自家嘅一個努力，而慢慢嘅學會水墨嘅技術以後，而唔單止作為一個好先生，同時佢嘛把我哋台灣嘅一個文化外交做一個好。點解咁請我哋山藤先生嚟現場同我分享到唔同水墨畫嘅故事？多謝劉主持人。多謝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多謝休息一下得聽我哋先生來圓通哦。我看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